玩的就是心跳也好，开心也好，反正是个玩。我今年整60，从事弹雕37年。我接触弹雕也是一次巧遇吧，碰上一个老师傅嘛，在那里玩，我觉得好玩，这个东西就开始跟他学。弹雕呢，实际上什么鸡蛋都可以雕。是蛋，因为它是盖着，就是我们觉得可以雕和不可以雕而已。你就比如说鸡蛋，它是有颜色的，我们就利用它的颜色做一些浅浮雕，通过它的颜色深浅来表达的。在后面，因为它要牵涉到很多东西，你的文化底蕴很重要。你接触各种各样的雕刻，首先你要会画画。做弹雕嘛，失败是正常的，特别是初学者，因为他对蛋壳的厚度没有概念，我们没有感觉它的厚度，所以说往往会越刻到后面就坏了。我们就拿这个鸡蛋来说吧，只要把两头有一头开一个这样的孔，用一把这样的刀或者平时美工刀都可以。现在用那个吸管往里面吹，把蛋清蛋黄压出来就可以。